一個被瞞婚，一個早有家室。各位雞蛋仔頻道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持雞仔。今日係2025年最後一日，年尾壓軸嘅娛樂頭條，竟然係一單橫跨14年、充滿戲劇性嘅爺孫戀正式落幕。75歲嘅李龍基同細佢36歲嘅王青霞 Chris， 呢段關係一直好似8點檔連續劇咁峰回路轉，由高調認愛、女方入獄、承諾結婚，到今日爆出女方原來早有丈夫同16歲仔，劇情真係估佢唔到。今日李龍基接受傳媒訪問，親口承認關係玩完，更眼泛淚光，話自己先係第三者。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？點解可以瞞足14年？背後又有幾多層羅生門？雞仔今日就同大家深入剖析呢單2025年壓軸嘅娛樂大事件。一冬至一餐飯，揭開14年戀情嘅殘酷真相。件事嘅引爆點係冬至12月21號嘅一餐飯。YouTuber 導遊哥哥 Hugo 喺內地拍到王青霞同一位陳姓男子以及佢媽媽一齊食冬至飯，畫面溫馨，但係對李龍基嚟講呢，就係一記當頭棒喝。李龍基之後接受星島頭條訪問，語氣平靜但係難掩傷感，咁講冬至飯後我乜都明白啦，我係第三者。佢透露王青霞自今年7月出獄返回內地娘家後，兩人已經漸行漸遠，直至冬至後正式分手。佢形容係女方正式提出，雙方和平分手，仲保證自己唔會做傻事，大家依然會保持聯絡。但最震撼嘅係導遊哥哥踢爆王青霞並非單身，而係早喺2007年就已經同一位陳姓男子結婚，仲育有一名現年16歲嘅兒子。即係話李龍基呢段長達14年一度談婚論嫁嘅關係，從一開始就可能建立喺一個謊言之上。而李龍基哭訴不知者不罪，連說8次冇嘢需要道歉。訪問中呢，李龍基嘅情緒幾度起伏嘅。被問到係咪一直被瞞婚，佢就避用呢個詞，只係話站喺我嘅立場，就算發覺有啲小問題，愛一個人就要相信佢。我從來冇問過佢嘅婚姻狀況。呢種完全唔過問過去嘅信任，而家睇返真係有啲唏噓。當記者問到會唔會對王青霞嘅丈夫同個仔感到抱歉時，李龍基嘅反應好激動。報道話佢連說8次冇，重申不知者不罪。佢個邏輯好清晰，既然我一直都唔知情，我亦都係受害者，咁我點解要道歉？知道真相之後，我祝福佢哋幸福就算。講到呢度，李龍基強忍嘅眼淚終於有啲收唔住。報道形容佢掩面沉默良久後眼泛淚光，然後講咗句：我冇嘢㗎，OK 㗎，我得㗎。唉，到70幾歲人，有乜未經歷過？呢種強顏歡笑、成人之美嘅態度，背後有幾多無奈同難受，真係得佢自己先知。三王青霞係邊個？才女人設背後嘅連串爭議。其實王青霞呢個人自同李龍基一齊後，爭議就從來冇停過。佢一直塑造自己係才女嘅形象，話自己係透過優才計劃來港，讀過飛機駕駛，又識畫畫，仲送過名畫俾其他藝人。不過呢個才女人設好快就崩潰。佢曾經向傳媒展示多張證書以證學歷，但係隨即俾人發現錯漏百出，疑似造假。之後佢即刻清空社交賬戶，話交咗俾法律團隊處理。另外，李龍基一度被發現成日着老番名牌衫，搞到連林作都出嚟抽水，懷疑係王青霞買 A 貨送俾佢，營造富貴形象。更大鑊嘅係，王青霞喺2024年2月因為涉嫌逾期居留、使用虛假文書等6項罪名被捕，最後被判監25個月。當時李龍基不離不棄，多次探監，仲公開承諾等佢出獄就結婚。今年7月，李龍基真係手捧60支粉紅玫瑰去接佢出獄，場面一度令人動容。
點估到呢個感動畫面背後，原來仲有更大嘅隱情？四七層樓之謎係物業究竟送咗俾邊個？除咗感情瓜葛，成件事最惹人談論嘅就係李隆基嘅物業。李隆基有隱世樓王之稱，手持多個物業。佢曾經公開講過，因為擔心自己行先一步，已將名下7個物業轉到王青霞名下，等佢下半世生活無憂。呢番說話一出，即刻成為全城熱話。之後仲發生咗單街頭鬧劇，有壯漢當街鬧爆王青霞，賤人唔好呃李隆基啊，嘔翻7層樓俾佢。但係搞笑嘅係，李隆基之後竟然轉口風，話自己從來冇講過送樓俾王青霞。佢解釋咧，之前買落嘅樓咧，因為同前妻離婚咧而感到愧疚，所以將所有嘢俾晒佢前妻，所有樓車位全部過戶。佢仲話王青霞家境本身就好富裕，絕對唔使呃佢錢啦。到底邊句真邊句假？啲樓去咗邊？係送咗俾前妻定王青霞，定係根本從來冇送過？呢個7層樓羅生門到今日都係得個謎。5. 漏洞百出，李隆基嘅說話有幾多疑點？隨住更多資料爆出，李隆基部分說話嘅可信性亦開始受人質疑。導遊哥哥 Hugo 喺直播入邊展示證據，話王青霞被捕嘅時候，李隆基聲稱佢父母在德國，但係出入境記錄顯示，王青霞父母當時根本喺廣州，而且即時搭船來港處理女兒嘅事，之後經深圳灣返內地，對上一次離境已經係2017年去澳門。李隆基又話自己從來未見過王青霞父母，亦知對方家長對呢段爺孫戀有成見。但係如果一段認真到談婚論嫁、長達14年嘅關係，竟然連對方父母都未見過，係咪有啲違反常理呢？呢個係咪又係一個唔問唔理嘅例子？連一向中意抽水嘅林作，今次都唔係純粹講笑，而係話李隆基老謀深算到一個地步，成功以被第三者身份功成身退，堪稱公關界典範。言下之意，會唔會由頭到尾，大家都係被捲入一場精心計算嘅流量遊戲呢？6. 兩段失敗婚姻背後，李隆基嘅感情模式。要理解點解李隆基會陷入今次困局，可能要回顧一下佢嘅感情歷史。李隆基有過2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育有3名子女，但佢承認當時自己後生花心、脾氣差，最終婚姻失敗。之後佢喺泳池邂逅咗一位細佢近30年嘅內地女子，展開父女戀，拍拖4-5年後結婚。為咗同內地妻子一齊，佢1998年搬去深圳住，仲買咗唔少物業，成為深圳樓王。佢曾經好深情咁話：買樓係為保障妻子未來，我一定俾佢先走，至少有樓令佢無憂。但係呢段維持近30年，看似穩固嘅婚姻，最終都係破裂收場。而導火線正正就係王青霞嘅出現。李隆基坦承自己背妻出軌，因為對前妻深感愧疚，所以決定淨身出戶，將所有物業送晒俾前妻。呢種用巨額物質補償去處理感情虧欠嘅模式，同佢當初話要送樓俾王青霞，保障佢將來，係咪有啲似曾相識？7爺孫戀嘅本質係真愛定係各取所需？李隆基同王青霞呢段相差36年嘅爺孫戀，其實由頭到尾都充滿住一種不對等嘅關係。李隆基多次強調自己一定會行先過王青霞，所以想喺生時安排好一切，等佢有依靠。呢種心態，與其話係戀人，某程度上更似一種長輩對晚輩嘅終極照顧。而王青霞方面，佢塑造嘅才女、富家女形象，同李隆基提供嘅物質安全感同名人光環，又係咪一種各取所需？當呢種平衡因為一方王青霞
原來早有家庭而被打破，時段關係就即刻崩潰。李隆基被問到將來會唔會再開展爺孫戀時，竟然好豁達咁笑住話：點解唔敢啊？我使驚啊！佢似乎依然相信年齡唔係問題，但係經過今次，佢會唔會學到愛情裏邊坦誠同溝通，可能比年齡差距更值得關注？百媒體 KOL 同公眾，我哋圍觀緊一場乜嘢戲？成件事另一個值得反思嘅角度就係媒體同公眾嘅角色。由李隆基高調認愛開始，呢段爺孫戀就已經唔止係兩個人嘅事，而係一場全程被直播嘅真人 show。YouTuber 導遊哥哥 Hugo 嘅追蹤同爆料，直接導致關係破裂。傳媒對李隆基每次出場每句發言嘅追訪，令事件不斷發酵。連林作呢類 KOL 嘅抽水評論都成為故事嘅一部分。大家一邊食花生一邊追劇情，將一段其實幾悲傷嘅感情失敗變成娛樂消費。李隆基本人似乎都好識玩呢個遊戲，無論係高調接出肉、談論房事，定係回應7層樓傳聞，佢都好懂得點樣維持熱度。所以林作先會話佢掌握咗社交媒體時代嘅流量密碼，到最後以被第三者嘅受害者形象退場，某程度上都保住咗公眾同情分。總結一段關係嘅終結，幾多個問號留低。2025年最後一日，李隆基用眼淚為14年爺孫戀畫上句號。一句我係第三者，充滿無奈同唏噓。但係成件事留低嘅問號遠比答案多嘅。咁王青霞嘅動機係乜？點解要維持一段長達14年嘅雙重關係？李隆基係真嘅毫不知情，定係選擇唔去知情？物質嘅給予究竟係愛情嘅保障，定係關係扭曲嘅開始？我哋作為觀眾又係用緊一種乜嘢心態去睇呢場戲？雞仔覺得無論段關係裏邊有幾多計算同唔坦誠，見到一個70幾歲嘅長者喺鏡頭前掩面喊泣，始終令人心酸。佢話都70幾歲人，有乜未經歷過？感情啲嘢有時嚟有時去，控制唔到。呢份豁達可能係經歷過大風浪先至有。愛情從來唔係童話，尤其係當年齡、背景、期望都相差太遠嘅時候。李隆基同王青霞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信任係寶貴，但盲目嘅信任可能係危險。無論幾愛一個人，保持適度嘅清醒同溝通，可能先係對一段關係真正負責任嘅態度。呢單2025年壓軸娛樂新聞就喺一片疑惑、眼淚同爭議中落幕。雞仔相信，關於7層樓，關於14年嘅真相，關於邊個講大話，未來肯定仲會有新劇情。我哋繼續食住花生等睇戲啦。好啦，今集雞蛋仔頻道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對李隆基事件有乜睇法？歡迎留言同雞仔一齊討論。我係雞仔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。拜拜。